大家好啊！今日介紹嘅呢樣嘢好實用，唔使錢又唔使燒腦，用咗之後仲會覺得之前點解唔早啲識？主角就係 Opera 瀏覽器入邊嘅免費 VPN。一聽到 VPN， 好多人個反應就係話呢啲高科技應該又貴又難用啦，仲以為要登記賬號、俾信用卡、填身份證，搞到好似申請信用卡咁大陣仗。放心 ，Opera 呢個免費 VPN 係懶人福音，佢係直接內置喺瀏覽器入邊，唔使你再去揾外掛，唔使再安裝多個 app， 連電郵賬戶都唔使開，打開瀏覽器就用得。咁 VPN 有乜用呢？用人話講就係幫你上網加件隱形風衣，將你嘅連線兜個圈，搞到啲網站冇咁易捉到你真實 IP 同位置，私隱同安全感即刻加 buff。如果你成日喺商場、地鐵站、咖啡店用公眾 WiFi， 或者成日飛嚟飛去旅行上網， VPN 就好似你嘅網絡保鏢，幫你睇實。仲有，如果你想試下睇唔同地區先睇到嘅內容，好似一啲喺香港用唔到或者成日出事嘅服務，例如 ChatGPT 又或者 Google Gemini， 咁 VPN 就可以幫你轉個身份，俾你有機會照樣上到去睇下世界另一邊係點樣。當然啦，記住一句， VPN 唔係魔法棒，但至少幫你上網冇咁赤裸啦。Opera 有 Windows、Mac、Linux 電腦版，亦都有 Android 同埋 iOS 版本，即係手機同埋電腦都可以用同一套界面去開 VPN， 好容易上手。不過我試過喺香港 iOS 就用唔到 VPN， 我會用 Mac 電腦版嚟做示範。第一步，去 Opera 官方網站下載瀏覽器，安裝好之後打開，畫面同其他瀏覽器差唔多，用開 Chrome 或者 Edge 嘅朋友都好易適應。喺右上角或者設定入邊揾到 VPN 呢個選項，提示一下，如果用咗 VPN 網速，可能有影響會慢咗啲。打開啟用 VPN， 一開咗之後，網址列附近就會多咗一個藍色或者紫色嘅 VPN 標誌，點一下 VPN 嗰個標誌就可以揀你想連去邊個地區。免費版通常俾你揀幾個區，例如亞洲、美洲、歐洲，有時會顯示實際國家。如果你唔知揀邊個，就用預設或者最佳位置就可以。依家示範開咗 VPN 之後，就可以用到 ChatGPT。Nice！ 如果熄咗 VPN， 就即刻上唔到 ChatGPT。
Nice。提提老友記，免費 VPN 適合一般上網、睇網站、睇片，加多層基本保護。如果你有好敏感嘅用途，例如處理公司機密、金融帳戶，建議都係用可信嘅付費 VPN 或者公司提供嘅方案。VPN 唔係隱身斗篷，只係提升私隱同安全。正常上網習慣都好重要，例如唔亂撳可疑連結，唔亂下載檔案。總結一下，如果你想要一個簡單、唔使俾錢又唔使登記嘅 VPN Opera， 呢個免費選擇都幾啱新手同長輩用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 訂閱頻道，仲可以 share 俾屋企人同朋友一齊用得安心啲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